香港癌症資料中心統計，每年新症個案大概有5000幾宗嘅乳癌個案，而當中大概70%咧係荷爾蒙受體陽性嘅乳癌。而呢一班嘅病友裏邊嚟講咧，其實有90%咧都係早期乳癌嚟㗎。早期乳癌代表係第1期至第3期嘅乳癌。荷爾蒙受體陽性嘅乳癌嚟講，我哋復發機會可以透過佢嘅淋巴影響嘅粒數啦、腫瘤嘅大細同埋 Ki-67嘅分數，去知道咧佢究竟翻發機會有幾高。因為咧，如果個腫瘤係比較大啦，同埋淋巴係比較多粒係影響嘅話，仲有 Ki-67分比較高分，講緊係高過20% 嘅話咧，我哋知道咧佢嘅翻發機會係比較高嘅。若果咧病友咧係一啲係比較早期嘅乳癌啦，講緊係第1期或者係第2期嘅乳癌嚟講嘅話咧，我哋咧亦都可以咧用一啲嘅基因嘅分析，我哋將嗰個嘅腫瘤咧去 send 去外地嗰度去做一個嘅基因嘅分析，去然後知道佢大概係9至10年嘅翻發嘅機會有幾多。荷爾蒙受體陽性嘅乳癌嚟講，如果係屬於高復發風險嘅話咧，我哋咧有幾個方法咧可以減低個病友嘅復發機會。第一嚟講，我哋會建議咧荷爾蒙藥可能要食長一啲嘅時間，過往咧係食5年嘅，而家可能係要講到食7至10年嘅荷爾蒙嘅治療，因為越食得耐，越能夠咧可以減低嗰個翻發嘅機會。第二樣，我哋如果係高復發風險嘅病友嚟講，亦都可以考慮用到一啲 CDK4/6嘅抑制劑，一啲嘅標靶嘅藥物，用2至3年嘅標靶藥物咧，亦都係可以咧更加減低到嗰個翻發嘅機會，延長到個病友嘅壽命。